所以来看画展，为了要民众看到这个台湾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，台中国美馆7月展后台湾第一代抒情抽象画家陈银辉9艺术力庭的展览，精选出150几件优画作品，表现出陈银辉老师伫创作力庭中为传统加向现代、充满个人特色的艺术创作。台中国美馆7月展后台湾第一代抒情抽象画家陈银辉9艺术力庭的展览。展出150几件优画作品，展现艺术家陈银辉以创作的过程。那他是台湾战后这一代里面最杰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画家。陈银辉老师为1950年代创作到今一直探索甲自我突破。画作品包括油画、水彩、油性的粉彩加素描，结合各画派特色。形成真有个人特色的画图风格。我的想法就想画而已。想画什么？想画我心里面想要画的东西。老师的画呢，一开始当然是受了学院派的指导，留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。官方表示讲，台湾资深的艺术家用伊的一生创作灌溉台湾艺术的这个土地，累积精彩艺术宝藏。欢迎民众伫10月初3进前去到国美馆欣赏陈银辉老师累积一生的色彩甲线条的礼庭。